热天热对流的特性加上热岛的效应，所以台湾的热天不时都咧死那单雷公。气象局的统计，台湾去年就发生大约100万解的这个单雷，是当到互住伫海边啊、住伫山顶的乡亲心惊胆吓，真困扰。苗栗岛一个老城市，厝内底的电视4年来去互雷公降害3解，尾啊是来装这个避雷电的装置，状况才总算来改善。 声啊声无停，雷公隆隆叫，无细日去降到，还佫有可能会无命。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，台湾去年发生127万次的闪电，这单雷公大约100万次。就对流如果发展的比较高，是比较容易产生落雷的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台湾从暖季开始，也就是春雷打响开始，一直到9月份这段时间是落雷频率比较高的时间。 经常有雷击意外，像这位老先生，住伫苗栗公馆，在徛过4栋内就去雷击3解，厝内电视受3解啊，一直到我装这避雷电的防毒牌装置，状况才转好。现在听到打雷声怎么了？就马上飞下把它插头啊！气象局嘛特别提醒，装设避雷针以外，若是看到闪电，尽量唔通踮伫户外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若是爱小心雷卡到，嘛要注意室内高温。未来1礼拜全台各地拢翕热，日时高温普遍伫32度以上，尤其是华东纵谷、台东南侧甲大台北、桃园地区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。拜3、拜4水汽增加，中南部地区容易有降雨。拜5到礼拜日，西南风小可减弱，南部地区局部低渐阵雨。外出来注意风拍，而且要补充水分以外，爱记得炸雨伞。